这片山，这片水，那就是我的父母。前2年我到我们村里面去的时候，人家都说，一看见我就是感觉是，你就是叛徒。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一致对外要把这个公司赶出去。现在到我们公司，像我们村里面到我们公司打工的人也不是，周边的村民们受益很大，所以改观了。没加入公司之前，我是在这个地方抓野生鱼类。我也是那时候想着进这个公司的话，想的是学点技术，自己出来当个小老板嘛。但是来了以后，感觉公司这个平台还可以，一下子就干了15、16年了。加入这个行业以后，不再为这些家里的開支發展了，慢慢的家里經濟條件好起來了，感覺自己腰桿的也挺直了。龍陽峽水庫係全國最大嘅三文魚養殖基地，出產嘅三文魚佔全國三文魚產量嘅1半以上。三文魚隊長由收入唔高到受人尊重，亦都見證住產業發展，令到佢哋收入增加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。